来开箱广受好评的夏绿蒂精油。这次购入的品项相当丰富，包括玫瑰纯露、薰衣草精油、野玫瑰精油、天竺葵精油、柠檬精油、蓝艾菊精油、荷荷巴油、玫瑰果籽油、玫瑰纯露洁颜慕斯、玫瑰神泥粉。其中让我最惊艳的就是玫瑰纯露，用来当化妆水真的超级舒压。玫瑰的香气呢，不过于浓烈，而是带着优雅细致的韵味，让人沉浸在温柔的氛围当中。另外，他们家的薰衣草精油也让我印象深刻，气味清新淡雅，带有轻盈的疗愈感，丝毫不显厚重，难怪被称为仙女薰衣草。总结一下这家产品的特色 ：CP 值高，小资女必收，品项丰富，选类超多，绝对是可以回购的品牌哦。今天的疗愈开箱就先到这里，想看更详细的分享，欢迎到我的部落格查看完整文章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